嗱，雅各書12節按樣應9切家，切家快樂得福，係講切家本是點，所以各樣各樣嘅試探，各樣各樣嘅痛苦，各樣各樣嘅逼迫，係講切家本是點，切家得到上帝嘅福氣，因為大限點嚟講，切家日後又得到呢上帝本切家嘅冠冕，上帝唱出嘅。係每年寫上帝啥，是個內典基本是個冠冕。嗱，人班人是家長向內典啊，對呢熱試探啊，熱切嘅逼迫，熱切嘅痛苦啦。嗱，要嘅經節講切家啲，腓立比4:13節，隆重熱切愛擔在耶穌基督裡面基本是個力量，因為到耶穌本是個力量。佢嘅通才是個能擔各樣各樣嘅試探，變成是個本事點各樣各樣嘅試探，結果是個有上班是個嘅信心，但是個嘅上班嚟講，上帝祝福是個最好嘅恩典。嗱，所以是個愛仰望上帝，得到上帝嘅全能嘅力量，充滿了本是個，所以是個愛相信。耶穌基督係個上帝，係個救主，阿門。